咁啊，首先喺度歡迎大家嚟到張學友嘅60加演唱會先啦嚇。咁今日咧就係我嘅60加演唱會咧第254場。咁啊，亦都係我哋今次重返澳門啦。點解話重返澳門咧？因為其實我哋呢個演唱會咧由澳門開始㗎嚇，喺2023年嘅6月9號啊。係喺澳門第一場開始我哋嘅演唱會嘅，所以翻嚟澳門再做咧，嗰個意義係有相當之唔同嘅意義嘅，個感覺好似走咗好耐，又翻嚟啊！可以再翻嚟同大家見面咧，係一件非常之愉快嘅事啊，亦都係好開心嘅事。咁啊，當然啦，喺澳門我可以講廣東話啦，就簡單好多啦，對我哋。所以好多嘅好開心嘅事啊！咁希望今日咧，大家入到嚟咧，亦都可以好開心咁樣喺度陪我一齊度過呢個晚上，好嗎？好。其實咧，每次翻到嚟澳門咧，或者喺香港咧，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咧，本人咧就由1984年咧就喺香港出道啦，咁香港同澳門咧都非常之近嘅，咁咧就可能大家對我咧都係太熟悉啦。熟悉到咧，即係我抹鼻涕你又見過，爭啲去廁所你都見過啫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可能大家見到咁熟嘅朋友咧，亦都冇乜反應咁樣噶，咁我好驚㗎嚇，咁俾啲反應我聽下好嗎？再嚟啲好嗎？係啦，咁我放心好多，當我放心啲咧，咁我會唱得好啲啦，係咪啊？或者唱多啲咧？再一次多謝大家嚟到張學友嘅60加演唱會啦。當然你哋嚟到都有唔同嘅目的嘅，好多朋友可能好中意唱歌入嚟呢個演唱會嘅。如果你中意唱歌嘅話咧，不如同我試一試好嗎？好。我的心真的受傷了。大家嘅普通話都唔錯啊！咁我覺得你哋或者你真係講普通話，我都唔知啊。咁我哋啲普通話同我喺北方或者稍為比香港澳門更北啲嘅地方咧嘅普通話都差唔多㗎嘛。咁你哋究竟係咪得㗎？真係得嘅，又可以廣東話，又可以普通話㗎嘛，好勁喎！即係所以話咧，好多人話咧就即係啲。咩話粉隨主啊？咩粉隨主嗰啲啦，總之即係話好似如果有一個咩嘅歌手咧，就會吸引啲咩嘅歌迷咁嘅意思啦嚇。咁大家都知道啦，我係一個非常之多才多藝嘅，咁語言天分亦都好好㗎，一個歌手嚟嘅，所以咧。咁如果大家無論你中意唱廣東歌又好，或者中意唱國語歌又好都可以跟住我唱㗎，甚至可以大聲啲唱，因為放心嘅，因為我咧就好大聲啦，本人有陣時唔用咪都得㗎。好啦，喺度首先咧，容許我同大家介紹一下頭先為大家表演得非常精彩嘅弦樂四重奏嘅幾位。